唔好再話自己條命差啦。你嘅八字其實係你前世因果業力造成今世嘅人生劇本，你嘅八字就係你前世善惡業力嘅成績表，就好似一份因果清單咁。你喺上一世做得好事多，自然可以累積到更加多好嘅功德，令你今世有比較好嘅八字，有比較順利又美滿嘅人生。相反，如果你上一世做得壞事多，今世就可能比較難捱同多難關啦。你出世嗰一刻嘅年月日時，就係你嘅業力密碼嘅地圖，記錄咗你呢一世嘅功課同埋人生課題。你嘅八字忌神越重，就係代表你累世累積嘅業力負擔越大，而你嘅喜神用神越強，就係代表你嘅福報越大。八字透過本命、大運、流年三者嘅相互作用，喺唔同嘅時間點釋放正面或者負面嘅能量磁場。正能量就可以帶來比較好嘅際遇同埋有貴人扶持，而負能量就會帶嚟考驗同埋障礙。呢一啲都係前世業力嘅表現。咁我哋係咪應該躺平認命就算？咁就梗係唔係啦。我哋其實可以透過了解自己嘅業力結構之後，再運用唔同嘅方法去優化業力嘅走向。佛家認為業力其實係可以透過後天嘅行為而改變㗎。例如平生做得好事多，就自然有好嘅福報。我哋係 Zensar Studio，我哋下集見，拜拜。